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，兄弟姊妹，阮还有话要甲恁讲，请恁为着阮祈祷，互主的信息会亲像伫恁中间安尼真紧传开，搁得到荣光。嘛，请恁祈求上帝，互阮会当脱离做恶做毒的人，因为毋是逐个人拢有信。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。为保守恁脱离迄个邪恶者，主互阮对恁有信心，相信阮交代恁的代志，恁现在有得做，后来嘛会做。愿主引带恁，互恁学习上帝的疼甲基督的吞忍。兄弟姊妹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，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无遵守阮传授福音的教示，恁就闪开。恁家己嘛知，恁着安怎学阮？因为阮伫恁中间的时无散漫贫惰，阮毋捌白食别人的饭，反倒暝日拖磨劳苦，才免成做恁的负担。阮安尼做，毋是讲阮无权通要求供应，是爱用阮家己做恁的模样，互恁通学阮的款式。阮伫恁遐的时，捌命令恁讲，毋肯做工的人毋通食。阮安尼讲，是因为阮有听见恁中间有人贫惰毋做工，只有爱插人的婴仔事。即款人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警告，命令因着安分做工，家己讨趁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做好事毋通上善。若有人毋肯互将阮伫即张批所吩咐的话，就甲伊记得，毋通甲伊来往，通互伊感觉见笑。不过，毋通甲伊看做对敌，就看伊做兄弟，也是姊妹，甲伊劝勉。愿赐平安的主，不时用逐款方法，亲身赐恁平安。愿主甲恁大家同在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我伫逐张批拢有安尼签名，我拢安尼写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大家同在。